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一冬的中间，你保守看顾阮。虽然阮受到疫情的影响，有真侪改变，但总是主你对阮的疼无改变，互阮伫你的疼顶面得到平安。我要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我也感谢你，伫新的一冬，搁一遍呼召阮伫第一个礼拜来组织伫你的诗本宝座前。亲爱的主，阮恳求你，将新的气力、新的灵命加添互阮，互阮伫新的一冬中间充满活泼的气力。互阮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见证，来荣光你的性命。主啊，这是阮要伫你的面前敬拜你，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拄起阮心中所有你无欢喜的事，用专一的心志来服侍你、敬拜你。阮特别也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无论是献诗、诗会。伊就是传讲信息、抒琴，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带领、保守，透过阮手所做的工来荣耀你的圣名。亲爱的主，我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今仔日我要举行新任的同工的就任式，恳求主你透过今仔日一个礼拜，互阮组成新的团队。用新的目标来迈进，想出阮新的意向，互阮看出你的心意甲计划，互这个新的团队真正能照你的计划去执行，完成你交代阮的使命。我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教会所推动的逐项事工，以及阮所设立的逐个机构，互阮透过这个机构。这事工的推动，真正会当带予万民祝福。恳求主你赐福带领保守。我也特别将阮心爱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特别恳求主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阮用活泼的信心来回应你所听的恩典。你所想事的问题，阮伫你的引带下面，伫无共款的所在来见证、荣光你的圣名。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这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这时，请咱起立来吟圣诗173首，上帝即时临在，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时，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早之地，现在之地，将来也永远之地，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也拍白上帝。伫新的一年的年头，阮要唱歌学努力，并感恩敬虔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献上阮无限的感谢。求主赦免阮伫过去的一年，无论伫有意或是无意中所犯种种的罪，也赦免阮的骄傲，甲过度追求世间物质的欲望。伫甲阮时常无照主的教示去行，无尊主最大，也无教业疼人。伫新的一年，伫主的面前，阮要定心立志。除去国旧国老的我，恳求主赐阮一粒新的心，将新的灵放伫阮的内面，互阮成做心意更新、合主同样的器具，所做所行学主的模样，荣耀主，利益的人。过去2年来，全世界犹原受到新冠肺炎病毒严重的威胁，目前已经有超过500万人
丧失性命，28000多万人受到感染。最近因为 Omicron 的病毒，每一天拢有超过100万人受到感染。主啊，阮实在无法度明白你的旨意，抑佫借着每一摆的灾难，无毋是搁一摆证明人的软弱甲有限，也更加彰显上帝的主权甲作为。原在独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即将的权柄要存到万代。当人类伫无步通行的时，阮只有谦卑悔改认罪，迫切恳求上帝赦免甲怜悯，互疫情伫新的一年会当得到上好的控制，互生活会当渐渐恢复自由，经济恢复正常。我们特别感谢主的恩典，你保护台湾这2年来，透过中央有效的防疫措施，医疗人员无私的劳苦甲奉献，以及全国百姓的配合的下面，让台湾成做国际公认防疫典范的国家。我满心感谢主。在疫情攻击的时，感谢主特别的恩典甲保守。我相信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幼儿园的幼儿、安养中心甲社会福利基金会的长辈，以及所有的职员工，不但无受到疫情的侵害甲影响，反倒对主领受满满的恩典甲祝福。今仔日是新任中级信徒委员、团契诗班小组长以及小家长所有同工的就任式。圣经讲，毋是你经我，是我经恁，佮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佮互恁的果子久长之地。望所有受竞选的同工，会当同心合意，用教会所在标来跑走，成做合一的同工，互相扶持。这是阮也要为教会内见那身体欠安、心心软弱，也是工作、家庭、经济拄着困难的兄弟姊妹献上阮的恳求，求主加添因每一人的信心，伫困境的时无跌到软子，相信主的恩典的确会成就。因为阮知，毋是阮凭家己会当承担什么事。阮所为承担的，拢是出于上帝。阮的祈祷无够完全，我们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祈祷。这是咱三角内交头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30页。诗篇96，恁着用耶和华唱新的歌，着用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就在梦中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落。
因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百姓的特作啊，恁就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就用圣洁的灯塔敬拜耶和华。伫咧班中就讲，世界建国无摇动。愿天欢喜，地快乐。愿参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了，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下面，咱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所要唱的是歌是主啊，我属你。
这是咱来讲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提摩太前书4章6到16节。现代中文原本325页，台语汉语本242页。我用现代中文原本来读提摩太前书4章第6节。你若将这个代志指示正兄弟姊妹，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好萝卜。常时遐个信心的道，顺探你一向军队的正确道理，为帮助你家己伫人生上忠直。若是遐个毋值得提起、无影者的传说，拢应该撇免。要为着敬虔的生活操练家己。身躯的锻炼虽然有小可利益，灵性的锻炼伫各方面对你拢有利益，因为这带来今生甲来世愿望。第9节，这话是通靠，值得完全接受的。所以，咱着磨努力，将愿望寄托伫永远的上帝。伊是万人的救主，更加是信伊的人的救主。你着将这个代志指示因、教导因，毋通互人轻看你少年。无论伫言语、行为、听心、信心、甲顺格各方面，拢着做信徒的模范。恁爱伫宣读圣经、讲道、甲教导的工作顶面，加下功夫，就到我来。毋通忽略你属灵的温数，这温数是借着先知的预言甲长老的话手赐予你的。这个代志你就专心一意去做，互众人看出你的忠贞。16节，你就谨慎家己，对你的教导也着细致，要有耐心。安尼你毋但为救家己，也为救听从你的人。圣经以上，愿上帝祝福咱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本堂的主任牧师、蔡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提摩太，上帝的工人；提摩太，上帝的工人，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伫即场的礼拜要举行新任的长执甲教会同工的就任式。事实上，这对咱的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因为咱要组成一个属灵的团队，来征战好的征战。特别伫新的一档开始，咱有真侪事工要推动，期待上帝当使用咱即个团队来荣耀伊的性命。但是首先，牧师爱互大家知影。服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义务，也是权利。咱中间若确实无就任的人，毋是表示讲你无服侍的责任。请大家一定要清楚。我讲一遍吼，服侍甲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也是权利。为什么讲是责任？因为这是一种咱领受上帝恩典了的一种回应。为什么讲是权利？因为这是咱得到祝福的一种方式，咱透过服侍甲奉献来经历上帝大的权力。所以，牧师期待每一个人拢爱拍开咱的心来领受。无论你敢有就任倒一个职分，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工人。别人讲我无当选，我无就任，我就无需要服侍。当然，咱中间也有一寡将要卸任的同工甲长执。除了对这个人表示感谢以外，牧师也要提醒，毋是卸任了就表示讲我毋免服侍，反倒当是咱爱继续尽心的服侍，互上帝得到欢喜。这是牧师对心底所期待。所以今仔这篇信息是为着每一个人准备的，咱要领受上帝话进行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充满气力，有活泼的能力，会当激励、更新、改变阮的心智。
主阮今日要注心的一个题目，就是上帝的工人。由于透过你的话，就是透过圣经中间提摩太的见证，互阮明白安怎真做合你心意的工人。阮只是要用心来听，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来看一个人，叫做提摩太。提摩太伊是伫一个城市叫做罗斯德，这个城市所长大。这个城市是伫罗马政府统治下面的加勒泰省。提摩太伊是出世伫一个较特别的家庭，伊的老爸是希腊人，伊的老母是犹太人，所以伊是可能伫无共款的信仰背景、文化背景的家庭内底长大的。当提摩太还阁是囡仔的时阵，伊的老母的教育是非常重要。伊的老母叫做尤尼基，伊的外妈叫做罗伊，自细汉就指导伊伫信仰的代志，所以因这家族有一个真好的传承。咱对保罗小提摩太的批，咱就当知。伊讲：我想起你心内存着无伪的信心，无假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先存在伫你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尤尼基心内。我确信伊也是伫你的心内。所以咱会当知，虽然信仰袂当遗传，但是伊会当造成一个真好的影响。提摩太就是伫伊老母甲外妈的影响下面，培育伊成做一个真好的信徒。后来提摩太伫当地的基督徒中间，都有真好的名声。过2冬了后，保罗搁一遍来到罗斯德，伊知影提摩太伫灵性顶面有真大进步，所以伊就竞选提摩太甲伊做伙同工。后来提摩太伫咧进步，伊就受托去担任牧养教会重大的责任。因为保罗4个去传福音，伊设立教会了，需要有工人来接续伊的工作，伊就委派提摩太伫当时阵来牧养教会。大约伫主后65年，保罗伫罗马受关押的时阵，迄个时阵提摩太拄仔咧牧养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保罗就写几张批来勉励提醒提摩太爱注意的代志。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就是对其中的一段，在批信中间的一段。这段中间提起着一个做上帝所欢喜的工人爱注意的一寡条件，咱能对中间来学习，互咱会当更较进步，成做合上帝心意的工人。牧师要对3个方向来甲大家做伙分享。第一项，做一个上帝工人，咱必须要真注重家己本身伫敬虔顶面的操练。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安尼讲论到遐个无值得讲的无影俩的传说就是讲粗俗、空洞、无影俩的传说，拢应该爱避免，爱为着敬虔的生活锻炼家己。保罗讲，身体锻炼虽然有一寡利益，但是灵性的锻炼伫各方面对你来讲拢有利益，因为伊会带来今生甲来生的愿望。这个话是通靠值得完全接受。保罗特别勉励提摩太，爱伫敬虔顶面操练家己。意思是讲，爱做一个真重要分别，啥话是重要的代志，啥话是次要的代志。特别唔通为着一寡甲咱生命无关系的代志，浪费伤侪时间。咱在一个团体中间，有一寡人爱讲一寡有诶无诶，讲一寡无聊、八卦、等等这无影俩、空洞的这代志。保罗勉励提摩太讲，这代志拢爱弃绝，唔通甲人做伙咧讲这代志，唔通浪费时间去听去讲，反倒当爱专心伫敬虔顶面的操练。咱知影咱的人生若有一寡消遣，会当增加生活的趣味。但是你若过头深入、过头重视的时阵，有时会影响你正经爱做的代志。
比如讲有一寡人，咱中间可能有一寡人爱收集一寡物件，吼，这是真好的消遣。牧师嘛爱收集，我特别爱收集笔啦，吼，大家知影我爱写字啊，所以我拢会收集笔，吼。但是我嘛有参加一寡迄个收集笔的社团，吼。啊，我收集笔的即个原则就是讲，吼，我负担会起的，吼，啊，毋通伤贵的，啊，好写，啊，有特殊性，啊，我来收集起来。但是我参加这社团中间有一寡人吼，就过头注重啦吼，一定爱买迄个真高贵、真贵的这笔吼。啊，但是我看遐人写字嘛无真水啦吼，啊，但是笔较水尔啦吼。啊，所以吼，这咧收集这物件吼，你若适当真好，会当互你带你生活真侪趣味吼。但是若过头，吼，人讲玩物丧志啊，就无好啊。我知影中间有一寡少年人嘛，真爱佚佗电脑的游戏吼，啊个手机的游戏，这当然真好，有时做一个消遣真好。但是吼，有人开伤侪时间，甚至讲有真侪人讲爱开钱，开真侪钱吼，啊了后就受这物件束缚。这种毋是甲咱的灵性、甲生命有关的代志，咱毋通过头去注重。反倒当爱注重甲灵性有关系，比如讲咱所讲的读圣经、祈祷等等这代志，这真正爱注重。今仔日是今年的第一个礼拜，牧师爱大家拢立一个心愿，吼，咱新年要有一个新的期待，咱会当规划，咱甲上帝立约，吼，咱今年要过一个敬虔的年，咱爱注重读圣经，注重祈祷。爱有计划，啊，教会会帮助大家吼。咱拢有排即个读经的进度，啊嘛有小组团契咧帮助大家，会当做敬虔的操练，互大家伫今年更较进步。啊，第二项，除了对家己爱严格伫敬虔顶面操练以外，咱嘛爱伫属灵的代志上做别人的帮助。所以第二项，保罗勉励提摩太，你伫真理顶面爱致意去帮助这个信徒，所以圣经安尼讲，所以讲，阮温魂拍拼，将五万寄托伫永远活的上帝，伊是万人的救主，更加是信靠伊的人的救主。你爱将这个代志指示因，教是因。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工人，就是爱将正确的信仰、正确的真理教示兄弟姊妹。啊，啥话是正确的真理？就是爱劝勉兄弟姊妹，关系永远活有五万的代志。所以伫13节中间，保罗对提摩太讲：你爱伫宣读圣经、讲道、甲教示等等工作，爱下功夫，直到我来。意思就讲，保罗指示提摩太，牧会上界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爱伫上帝的话顶面下功夫。敢若家己明白，伫宣读、讲道、教示顶面，拢爱帮助信徒，会通更较了解上帝的话。咱伫教会中间上界重要，就是爱常常分享上帝的话。咱有心要成做上帝的工人，咱就爱将这个代志放伫咱的心肝中间。做教会当中，就是爱对信徒的活命负责任。牧师伫遮要互大家一个真重要的责任，就是你若真心要回应上帝的恩典。其实我差不多逐冬的第一个礼拜，我拢会讲，你这时阵你心中想一个人，这个人的名铺伫你的心中，这个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亲情，伊还未明白耶稣基督，还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个人，咱伫今年用一段时间来对伊传福音，来对伊分享真理。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名单，咱就一当带一个人就会使啊。咱伫这当的中间，咱就想办法，让伊关心，想办法会当甲伊分享，想办法会当带伊来到教会中间，帮助伊明白上帝，明白真理，会当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安尼，这是你对伊上介大的祝福。所以，这个时阵我期待大家甲上帝立约，
我今年一定要对一个我的朋友、我的亲戚，要袂啉捌主的，我要对伊传福音，帮助伊伫真理顶面会通更加进步。这是做上帝的工人，除了严严要求咱家己会通领受这个祝福，咱也爱帮助别人会通明白真理。当然，咱爱理解吼，咱要伫敬虔顶面操练，咱伫真理顶面要教示别人。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讲，咱爱有一个模范啦吼。咱知牧师有时即个练习即个书法吼。我细汉咧学书法的时阵吼，有真重要的几项迄个步骤吼。首先就是咱对迄个运用迄个笔无熟嘛，所以迄个教我的老师就爱帮助我安怎知影讲基础要安怎进行吼。伊就甲我指导，甚至我抑个做细汉的时候，伊就换我的手，来讲即笔爱安怎写，吼较对，吼爱写偌长，爱写迄个比例安怎进行，但我互我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伊就写一个字吼，互我模仿，吼，就是咱爱临帖啦，吼。有诶是摕古早人写，因为古早人拢比咱现代人较会写字嘛，吼。咱就模仿古早人所写的字帖来模仿。有这模仿了，咱才会当发展家己的风格。所以咱讲要帮助别人，要伫真理顶面教导别人，其实上界重要就是咱爱成做别人的模样啦。所以保罗继续勉励提摩太讲，你伫德行顶面爱成做别人的模范。所以伊讲。圣经安尼讲，毋通互人轻看你少年，无论伫言语、行为、疼心、信心、甲纯洁，各方面，拢爱做信徒的模范。保罗勉励提摩太，伫即五大方面爱做信徒的模范。咱一项一项来看。第一项是言语，即五项的头一项，保罗把言语放伫第一项。为什么会将言语放伫行为、疼心、信心甲清洁进前？通常咱认为讲行为、疼心、信心甲纯洁，可能比言语较重要。但是保罗却将言语放伫第一项。为什么安尼？因为事实上，咱伫生活中间，人一开始认捌你，就是对你所讲的话啊。咱讲的话比做的代志较济，咱讲毋对的话也比做毋对的代志较济。所以咱会当伫言语顶面做好的操练，成做信徒的模样；也会当伫其他的代志成做信徒的模样。言语应该伫生活中间占一个真重要的地位。咱讲话爱有分寸，袂当轻浮吼。所以圣经中间讲，误会的言语一句也袂当讲出嘴，只要随时讲造就人的好话。互听见人得到利益，你讲咱明白，咱所讲的话吼，会当造就人，会当带互人利益。咱才来用这款的言语来祝福别人。做上帝同工的人，特别爱控制咱的喙齿，因为咱通常吼会听真侪人对咱讲真侪话吼。有一寡信徒会当将伊甲别人的代志甲咱讲，也是讲伊所看见关系其他人的代志甲咱讲。这个代志吼，咱听了，咱也无谨慎，随便听随便讲，无伊中间真容易成做搬弄是非的人。牧师讲过，阮过去伫新人院吼，通常有讲一个笑话，讲有时拄着一个人，阮来讲，我来讲一个秘密哦，你毋通别人讲哦，吼，因为你是我的知己的，我较来讲。叫讲无偌久了，全校拢知影，因为全校拢是知己的。咱讲话爱细腻吼，听话甲传话拢爱细腻，因为这话语实在是太重要了吼。咱国书安尼讲，一个人若会当伫言语顶面无过错，就是完全人。咱的喙齿虽然是咱五官中间一个上界弱势、上界软弱的机体，但是伊亲像火同款吼。人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仔火就会当将上界大的树林来烧掉，但是倒边来看，火也当将冷淡的心来烧起来。所以伊当破坏，伊也当建立，伊当激励，
也会当互人冷心倒退。所以咱特别爱控制咱的言语啦。保罗提醒提摩太，第一要紧的，就是爱伫言语顶面做信徒的模样。这是咱来学习的，爱讲造就人的话。第二项就是行为，言语做信徒的模样真重要，但是若无行为来配合，嘛无路用。如果言语所讲的做袂出来，安尼可能比无讲较好。耶稣咧谴责文士甲法利赛人，就是讲因会当讲，袂当行。圣经也安尼对咱讲，信心无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所讲的话若无行出来，就等于讲白惨嘛。所以言语了后，总是爱有行为。保罗伫遮所讲的行为，其实范围真大，就是指咱整个人的生命。所以咱来其实人是对你的行为来认捌你的信仰。咱当然不是靠行为来得救，但是行为是非常重要，因为行为就是一种见证。我感觉人对基督徒上介大的恶扰，就是我顶回甲大家分享迄个白宝珠宣教师的故事相共。伊伫澎湖做服侍的工作，有一个甲伊同工的人咧恶扰伊讲，伊就是一个会晓行的讲台啦，会晓行的讲台，意思就是讲。伊所讲的，伊拢做得出来，而且伊咧服侍别人的时阵，就亲像，就是说毋免讲话，就是知影大家知影伊真正有上帝的听，会当对伊的服侍顶面了解到上帝的听，所以伊是一个会晓行的讲台。我感觉这是对基督徒上介大的恶扰，有好的行为来见证，有好的行为来做信徒的典范。这是咱来学习的。第三项就是疼心。而且所讲的疼是阿加贝的疼，就是人认为袂当疼的时阵，依然坚持疼。咱所需要的言语甲行为，就是疼心的言语、疼心的行为。一个人如果会当伫疼心做信徒的模样，也就是伫疼心顶面比普通的人更加愿意牺牲。更加愿意为别人服侍，更加愿意为别人受苦。也当因为主的疼的缘故，去牺牲家己的时间、能力、温数，去体贴人的需要，辅助软弱的人。有一遍我伫电视看到一个特别的新闻，这特别的新闻是讲有一个咱台湾的一间5星级的饭店，伊邀请伫这欧洲。皇宫内底咧服侍人员来到台湾，目的就是要训练因这5星级的这个服务人员来做培养。伫报道中间提起着讲，这人是咧服侍别人是到迄个无微不至的，讲细节拢做注意的其中印象互我上深的就是讲伊伫迄皇宫内底咧服侍的时阵迄国王甲王后会使爱看报纸看报纸进前，伊爱常用屈斗把迄个报纸捂咧互迄个油墨袂去沾着迄个国王甲王后的手就讲因伫迄细节顶面真注重这个报道嘛安尼讲，伊讲伫皇宫内底服侍的人的济少甲这个皇室的权势甲财力有真大的关系。意思讲，权势愈大，财力愈大的愈侪人咧来服侍因呐，但是这拄好甲咱的信仰倒变。咱的信仰咧看一个人伫上帝面前的价值，毋是看有偌侪人来服侍伊。一般人看讲这个人有真侪人来服侍伊，这人是真尊贵的。但是咱伫上帝面前的价值是讲，毋是讲看偌侪人来服侍咱，反倒当是咱服侍了偌侪人，这伫上帝面前是有价值的。用疼心所做的服侍。会当达到这款的效果，也会当带互咱的兄弟姊妹真大的祝福，互因去学习咱的疼心。第四项是信心，信心是一切属灵生活的起点。基督徒甲非基督徒的分别，就是在于咱对主的信心。信心也是各种属灵美德的根基。有信心了，就产生各项属灵的美德。咱若看彼得后书的第1章第5节到第7节，安尼讲，伊讲有信心
佮加上德行；有德行，佮加上知识；有知识，佮加上准则；有准则，佮加上忍耐；有忍耐，佮加上敬虔；有敬虔，佮加上疼兄弟的心；有疼兄弟的心，佮加上疼众人的心。这一切，这8种德行，伊的根基是啥物？在伫信心嘛。咱对上帝领受信心，互咱有气力去行出好的代志。咱对上帝遐领受信心，互咱有气力去面对咱人生中间的艰苦。咱做一个上帝的工人，咱也会拄着真侪挑战甲困难。如果咱若对上帝有信心，咱会当超越过这个困难甲挑战。所以做一个上帝的工人，毋是靠家己的温书，靠家己的力量，反倒当是靠咱对上帝的信心，这真重要。最后一项就是清气，清洁、纯洁。纯洁的意思就是无瑕疵，这是指凡事拢只符合耶稣基督的标准，就是咱顶礼拜所讲的，无甲这世间同款啊，无去学这世间的模样。做教会工人，做上帝的奴仆，一定要互信徒立一个真好的模样，互因知影安怎伫这个邪恶误会的世代，过一种清清气气的生活。圣经中间安尼讲，什么人会当登耶和华的山？什么人会当徛踮伫伊的圣所？就是手清气、心清洁的人，无误虚假、咒诅无怀诡诈的人。做教会的同工，做上帝的奴仆，至少爱伫2方面爱维持圣洁。第一项就是伫感情顶面，伫男女关系顶面爱清气、爱清楚。第二项，伫金钱顶面，伫金钱甲人往来的过程中间，使用金钱，甲别人咧使用金钱的过程中间，拢爱清气。所以，独独用清气、存心做事，才让真做信徒的模样。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学习3项代志。第一项对家己，就是爱用敬虔去操练家己；对别人，就是爱用真理去帮助别人。最后，咱来活出5种真重要的德行，来成做信徒的模样。伫咱的言语、伫咱的行为、伫咱的信心、疼心、甲清气顶面，拢成做信徒的模样。我相信上帝意爱咱成做这款的工人。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予咱有气力成做这款上帝所重用的奴仆。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主啊，求你帮助阮伫敬虔顶面操练阮本身，也伫真理顶面让帮助正信徒，也当互阮活出你所欢喜的德行，来成做别人的模范。求主帮助阮，互阮伫言语、行为、疼心、信心甲清气顶面，拢会当做信徒的模样。用安尼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互人得到祝福。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吟神圣诗444首，主你调明何等清楚，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咱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主啊，阮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赏赐阮逐项物拢够额。阮满心感谢你，这是阮要将你所赏赐的钱银甲财情献上做主圣工的路用，求主接纳。阮的祈祷拢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下面要举行上任式，请准牧师、蔡牧师来主持。咱这是要来举行教会的新任同工的就任式。咱首先来举行长老、新任长老的就任式，好，请咱这届的长老来到头前。
徛2排啦。这碟咱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创立甲设立遮个人做教会的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有设立智慧的长老来侍奉上帝的话，的牧师三甲来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鼓励冷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通代表同会、副中会、总会都无教会发展。这时阵，你们领受这职分，你来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恁当要领受长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也无？有。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有。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有。恁欢喜做双年教会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你有诚实纯洁的意思来行也无？有。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敢有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有。这时阵，请会众起立，咱来做会众的誓约。你已经竞选徛踮伫恁面前即几位来担任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有。因照法度治理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探，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有。恁着敬听伊、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无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因，互因会当。尽做长老的本分，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有。关系保持教会秩序，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样，直到妨害大局。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有。会众请坐。未奉立过长老的第一位，咱同心来祈祷。主，你是百万正人心的上帝，佮照你所爱来竞选人来参与你的圣工。总是对你无限的疼，伫你圣境的会，愿得到你赦罪赎回的福气。感谢你伫万人中间竞选人，甲你同工，互有限的人会当参与你无限永远的圣工。这是何等大的荣光！阮只有用感激来应答你的呼召，求你感谢你所采用的地敦人长老，伊当跪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罗卜的换手，奉立伊做长老来照顾你的羊群。求主扶持伊、引带伊、保守伊、帮助伊，互伊会当尽忠来回应主所对伊呼召的职分。阮也恳求主，你赏赐伊有智慧，保守看顾伊的身体、伊的家庭、伊的工作。互伊通过伊的生命来荣光主的圣名，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对万人中间竞选人来甲你同工，互有限的人会当参与你无限永远的圣工，互有侪人会当伫至荣耀的圣职，这是何等大的荣光！阮特别感激你的呼召，求你监察你所采用的黄证非常了，伊当归你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愿意奉献伊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罗卜的话手，放入伊做长老来照顾你的正阳群。求主帮助伊、扶持伊、激励伊，互伊当尽忠来对你呼召伊的圣职。求主你赏赐伊气力、智慧、能力甲信心，互伊伫服侍过程中间充满对人的疼心，也让我靠上帝来完成主交代伊的使命。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主，阮将业取的长老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保守看顾伊，互伊充满对你遐来的信心，透过伊的生命来回应你对伊的呼召。求主，透过罗卜的话手来设立方立伊诚做教会长老，互伊会当尽伊的职分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求主保守看顾伊的身体、伊的家庭、伊的工作，也透过伊手所做的工来荣耀主的圣名，诚做万人的祝福。愿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亲爱的主，对你无限的疼，伫你圣境的会，愿得到你的赦罪赎回的福气。你伫万人中间竞选小红，诚做教会的长老，诚做你的罗卜。求主帮助伊，互伊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伫伊生命中间成全你的心意，通过罗卜的话手。放入伊做教会长老，来照顾你的正阳群。愿恳求主你赏赐伊、保守看顾伊有智慧、有信心、有疼心，透过伊的引带保守，带互万民祝福。我也恳求主，你帮助伊使用伊的文书来荣光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你亲自竞选罗公分，诚做你的罗卜。求你监察你所采用，只是伊跪落伫你的面前，要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罗卜的话手，放入伊做教会长老，来扶持照顾你的正阳群。求主帮助伊有信心。有丰盛的疼心、加倍的耐心，伫服侍正人的过程中间充满气力，透过伊手所做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圣名。我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伊的工作、伊的家庭、伊的健康，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使用伊诚做万人的祝福。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是阮的主，你是捌正人心的上帝。你各照你的所爱来警调人来参与你的圣工。阮只有用感激来回应你的呼召，求你监察你的采用，王文贤伫你的面前跪落，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罗卜的话手，
奉入伊做教会长老，来照顾你的正阳群。求主使用伊的才能、伊的文书，加添伊疼心甲信心，互伊伫服侍过程中间得上加得，温上加温。恳求主你也保守看顾伊的身体、伊的家庭、伊的工作，用伊生命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主，对你无限的旨意中间，你竞选人来甲你同工，互阮有限的人会当参与你无限永远的圣工。有侪人会当伫至圣荣耀的圣职中间，这是何等大的荣光！阮只有用阮的生命来回应你的呼召，求你监察你的采用所命员，为了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罗卜的换手，放入伊做教会长老，来协助牧师治理教会，照顾正阳群。求主赏赐伊智慧，赏赐伊气力，也互伊有信心甲疼心，透过伊手所做的工，来成做万民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你呼召的罗卜、罗尚辉，当跪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照你的旨意成全，通过罗卜的换手，放入伊做教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照顾主你的正阳群。求主扶持伊、引带伊、帮助伊，互伊尽忠来回应你的呼召。恳求主。你甲伊同工，互伊有气力来做美好的事工，来荣光主的名。我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伊的身体、伊的工作、伊的家庭，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引带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员并设立任做双联教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予这的信徒知，这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予恁。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要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毋通出伫勉强，是。要遵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未败坏荣光的冕旒。阿门。这个时阵，咱要请教会牧师甲现任的长老来行阿手礼来接纳。你啷个？你当对，要紧你现在当交到新的对，新的就。
咱这有一个任命书，也要请理事咧长老来代表来接受。好，就这样。请恁向后转哈，咱来拍拍鼓励一下哈。咱拄则拢有西约过吼，所以咱就照西约安尼行吼，爱相用为因来祈祷，因也伫服侍中间着磨吼，请大家爱不断替因祈祷吼。搁一遍拍拍啊，感谢主。咱这个时阵要来进行祭司的就任。咱请新任的祭司来主持伫头前。这是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要设立徛点伫大家面前的这新任的祭司做教会祭司。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竞选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恁受选成做教会祭司，恁就要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恁若要领受祭司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啊无？恁愿意做双连教会祭司，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以及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有要安尼行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伊做主。就既若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设法。恁有要安尼行无？你有肯降服台湾基督长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这时阵，咱做会友的誓约，会众请起立。你已经竞选徛踮伫你面前的这24位兄弟姊妹做恁的祭司，你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因替恁办理教会事，恁着敬重因、听叹因，替因祈祷。你有要安尼行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若彼此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设法，毋通四界报扬，直到妨害教会大局。你有要安尼行无？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耶稣基督的名，设立恁成做双连教会堂会的祭司，煞通知予正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当恁受设立做教会祭司，协助牧师甲长老，着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阿门。会众请坐。这个时阵，咱要请牧师甲现任的长老来行压手礼来接纳。谢谢。麻烦你们了，好吧。
咱这时阵要请王长柳执事代表来领受这任命书。看那边。好，哎，这边还有这边。好，好，您先向后转哈。拍婆仔来鼓励因。好请回座哈。咱接下要来进行教会机构的首长，包含咱所有团契的会长。以及迄个咱中间的即个信徒委员吼，拢请因先入来吼。然后咱要请咱中间的小组长、小家长、区长拢起立吼，坐伫范围内使起立吼，起立。咱徛到伫头前的是团契会长，以及迄个信徒委员吼，向头前。咱所有的小组长、区长、甲小家长拢徛咧吼，徛伫原位。恁接受即个上帝所呼召恁的职分，恁着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恁要领受即个职分，恁有确信这是来自上帝的召命啊无？恁要领受即个职。因着我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分，你有约要安尼行无？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竞选人来参与你的圣工，透过这圣工的推动，成做万民的祝福。所以，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徛起来这正兄弟姊妹，充满气力，会当常常抵御这教会所交代因的事工，互因有信心，我靠上帝来看赢过所有的挑战。求主保守看顾因的身体、因的工作、因的家庭，以及因手所做的工。保守看顾一切。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成做教会的同工，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伫意关心这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咱有哪恁向后转哈。然后拿拍婆仔来鼓励因，上帝亲自祝福。咱这个时阵要请这个乡里团契来会长来做代表。
咱最后要来进行这期的中部大道时光的大道者的入约甲车签，咱请参与中部大道的时光的这兄弟吼，你若无伫第一堂甲第二堂车约的，请这个时阵来到头前。若恁愿意接受上帝赐福车牌，加做中部大道的时光者，恁着爱诚实来回答牧师所问恁的。恁够愿意接受上帝赐福车牌，献身伫中部大道的时光，担当基督的使命甲责任？恁有愿意安尼做啊无？恁够愿意彻底遵守恁甲上帝立约的时间，伫即个中间愿意忠心参与服侍？恁够愿意安尼做？恁够愿意遵守伫基督教内底为着教会事工，还是个人的大道事项，只有独独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大道事项以外，所有的大道的内容必须要所有的人保密。恁有愿意安尼行无？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拣选人来参与伫中部大道的事工。求主，你手术徛在你面前，这的兄弟姊妹充满信心甲气力，互因参与伫即款的事工，是感觉既荣耀，而且会当透过因忠心的服侍来成就主的旨意伫阮的中间。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年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中部大道事工的大道者，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注意关心这的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你向后转哈。拿泡泡啊。另外，咱嘛当来做伙来参与啊，就是你若知影什么人需要代祷，有什么代志需要代祷，会当写代祷卡。这同工就伫大道社内底替大家来服侍，多谢。请回座。这是我的报告。本周的特别事工，新的一年教会特别要赠送会友每一户一份蔡牧师亲笔所写的春联，欢迎伫礼拜后到10楼的走廊来摕，祝福大家新年蒙福、平安喜乐。上半年度事工的行事历已经搭伫教会10楼的公布栏，有需要纸本的，请伫10楼走廊倒顶来摕，或者是扫描 QR code 伫咱教会官网来下载。特别的事工，本会要定伫1月19，就是后主日下晡3点，伫10楼礼拜堂要举行吴仲豪牧师就任关怀牧师受职感恩礼拜，欢迎咱兄弟姊妹拢来参加，或者是参加线顶的直播的礼拜。装备委员会的消息，咱每日领粮的兑换券。兄弟姊妹，咱会当赶紧到伫4分干事遐来联系，会到伫咱中主册房来兑换事宜。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岁末温馨年菜送到厝的活动，咱社福基金会要邀请咱兄弟伫过年前来支持一份年菜组合的方式。当带弱势家庭甲长辈满满的祝福甲关爱。今年计划关怀户数是123户，每户一份有7个菜，
每组是1000块。若要捐款的，请咱到教会办公室，是抓评主任遐来接合，也是甲基金会黄世莹小姐来接合。这个活动要到1月30日就结束。详细内容请咱看首部的10页报告以上。下面要请咱主任牧师来欢迎来宾。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的兄弟哈。叫第一位是这个黄丽莲女士哈，小姐，你要准备。第二位是陈玉玲神师，好，水家哈，欢迎哈。唔知影到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无介绍到的，特别请这贵宾等下礼拜结束了，到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牧师要来做一个补充报告，就是咱伫即礼拜拜三吼，伫咱的教会。有即个举行一个国事声明50周年的纪念礼拜吼，拜三暗时7点半开始大家当来参与吼。佮另外咱的有牧师甲牧师娘有伫咱的中间，咱请因起立来拍鼓来欢迎因吼。有牧师伫青教要就任吼，请大家当来参与吼，多谢。咱起立来吟上营510首《阿罗天顶主宰》，吟诗了后，要请蔡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恩，享受差遣。